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唐忠信。今集講丙午馬年，流年主星空宮要借星安宮啦，借天同太陰嘅個人運程。咁點揾自己嘅流年主星啦？咩主星最吉最凶啦？同埋有咩要注意呢？咁可以睇翻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一集嘅財運。正財運呢，無驚無喜，重點在穩在守。偏財運呢就稍差啦，投資呢要頭腦清醒嘅，咁忌呢就有輸死霸就呢嗰種心態，咁要諗下身邊嘅人，唔好累人累物啦，忌一齊炒作，長線投資呢尚可嘅，跟大隊投資呢加吉。事業受雇者呢一動不如一靜，轉工呢可免則免啦，大公司大機構做事呢就偏吉，處喺呢個顧問職位呢又加吉，升職加薪呢有望嘅。咁營商者如果係做享受性行業啦，或者係偏門生意呢，咁會相對較好。咁如果從事其他行業嘅老闆呢，咁容易呢就係沉醉聲色，甚至呢方向呢不明，咁必須知人善任，忌一意孤行啊！做重大決定之前呢，咁先多啲聽下人哋嘅意見，諮詢正確嘅路向，喺本業穩健發展經營呢，咁自然呢就安穩啦。姻緣。已婚者感情係要面臨考驗，夫婦咧都有向上發展之象，感情咧就轉向淡薄，又同時咧遇上桃花，咁一旦激動亂講嘢，咁好容易咧就係越演越烈咁造成傷害啦，咁收唔翻嘅，咁必須咧就係要互相體諒，咁講嘢之前諗一諗先，唔好過晒火位。咁單身者咧就會遇到爛桃花，男女相同，馬年咧係不宜分家。健康不論男女咧都要提防桃花病，注意肺氣疾病，比如氣管炎啦、支氣管炎啦、呼吸道敏感啦等等。咁久病嘅年老者咧，咁就有離世之象。即使表面健康，都好大可能只係亞健康，咁要留心身體嘅信號，咁有發現呢要早啲處理，唔好諱疾忌醫。赤馬同中若休確，山南險象緊追蹤。馬年嘅重點係埋堆，咁車公簽呢亦都預示精工造假，真誠無價。咁大家呢可以結合參考嘅。流年主星空宮就講到呢度啦。咁有嘢想講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。祝大家馬年吉祥，萬事如意。多謝大家。